这是粉丝寄来一个用了10几年的电木茶盘，粉丝说这个茶盘是长辈送给他的，对这个茶盘非常有感情。现在就是款式不好用，线条里不好清理，叫我帮他改一个简约干湿分离的茶盘，排水还在右边。好的，话不多说，直接安排。下面看一下制作过程和成品效果。